今仔阮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基督圣经马太福音2章1节到12节。马太福音2章1节到12节。当日落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人的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是哪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第3节，虽然听起就白白，从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又组织正这时头甲第4间的定后事，问因基督就是什么所在出世，因甲伊讲。对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是犹太者的头人中，你拢毋是第一世的，因为要有一个人群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的时代。为安尼，伊就暗地叫博士对因上这查问，这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是上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听着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是不然东方所看见的星，最后带因到婴仔所在，就照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过日出，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跑到拜婴仔。为因的宝仔献礼物，互因就是黄金、乳香、物料，都是希望中得到指点，教因毋通倒转去自群之律，就对别条路倒去阮所在之上。请本堂的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平安年。题目是平安年。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大家悲伤的，我今仔日满心欢喜，自己伫这所在，因为阮直接要来纪念，要来庆祝主耶稣为着阮世间人来诞生。伊毋是为着要享受荣华富贵，到伫世间，伊乃是要来担当世间人的罪。要留伊的宝贵这个救赎，互带来五梦，带来永生，要互阮这相信伊的人，阮感谢主，要阮这个地位，要阮这个福气，会当来接受主耶稣做阮的救主，然后阮就带来主耶稣带来平安，甲喜乐就到伫阮的中间。阮感谢主，以这种的稳定伫阮的心中。求主你祝福伫阮今仔日遮所有的敬拜，拢要应光伫主你的名。安尼祈祷恳求，靠着所有名，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咱互相祝福，而且在给我圣诞快乐，平安。隔壁的跟谁说圣诞快乐？我想这是咱圣诞常常用的用语，就是有喜乐、有快乐。我们在圣诞节里面常常用到的字语就是圣诞快乐，还是有平安，或是平安。你敢知？伫圣诞节有人无平安？但是你知道吗？在圣诞节，很多人是没有平安的，无喜乐，也没有喜乐。但是为什么会无平安、无喜乐？但是为什么会没有平安和喜乐呢？咱今仔日圣经中间咱会去看。在今天的圣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加做咱逐人有一个提醒。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但是要直接问讲，这个圣诞真正快乐和平安。但是我们要问各位，你们在圣诞节是真正有得到平安与喜乐吗？伊拄则咧互相请安的时候，是敢若嘴咧讲，还是为心底内底有一个喜乐和平安？当我们刚刚在彼此请安的时候，只是嘴唇上的请安，还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真正有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呢？圣诞节你为什么会快乐？在圣诞节为什么你会快乐呢？圣诞节你为什么会请安，别人讲平安？为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向别人说平安、喜乐呢？你若有真正了解伊的意义，你才有办法伫心底的控制。如果你真正明白里面的意义，你才有办法从心里面的说出来。今仔日这圣诞节大家真熟，
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有几个较细节的所在，要提出来和大家来分享。但是有几个细节的部分呢，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伫即中间讲到几个人，在这当中提到好几个人，头一个咱知影就是你东方来这个博士，第一就是提到从东方来到的博士们，后讲到这个希律王，也有提到希律王，讲到规城的人，还有提到全城的人，嘛有这希律王去问的这个祭司，也有希律王所请问的这些祭司长或文士。因伫这圣经在中间对这项代志，因的表现拢不同款。他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反应都不一样。头一个咱来看，为东方来这个博士。第一，我们来看到是从东方来的博士们。这个博士的名，咱通常用讲博士。博士的名字我们统称为博士。但是其实伊是咧看星的一种现象的研究的人。事实上，他们是研究天象的一群人，所以通讲是一个星象家。所以可以说他们是星象家。星象家的意思就是讲，伊看这个世界的这种现象。星象家的意思是他看世界这样的现象，要来了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要来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头一个基本，所以第一个基本就是伊知影有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主的。所以他必须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这个主透过世界这种现象，要来互人知。这位主透过这世界的现象，要让全世界知道。所以因伫遐所看见，所以他们所看见的，看见一个平常时无发生的这个星突然造出来。他们看见平常没有出现的星突然的出现了。所以想这大概是创造宇宙的主在甲伊讲这项代志。所以他们想，这可能是创造天地的主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看见这个星会叮当，他们有看见这个星在动，刚开始要带因到对一个所在，好像带他们前往某一个地方，所以意外要去找到底这个是什么意义的。所以他们喜悦要来找这颗星所代表的意义。伊嘛知影讲这个星无可能普通人出世就造出来，他们也觉得这个星的出现不是普通人的诞生就会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真伟大的人出世。应该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出世，所以就传伊的礼物，所以他们准备了礼物，要去见这个王，要去见这位王。因知因来去找，他们知道，所以他们要去找。毋是干那坐咧讲啊，有一个要出世安尼那样，他们不是只有坐着说哦，原来有一个要出世，因就开始去找，他们就开始去所以找。这个领导我去找求真道。所以在经文上写说，他们在寻找真道。大家创造的主用一支星来报伊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因为有位创造的主，他们用这样一颗星来引导他们，绝对不是突然的、普通的。所以去到这个星行在这个国家，所以当他们到达这颗星所停住的地方，那个国家的时候，问迄个王讲：“我要找这个人在倒？”他们就问那里的王说：“我要找这颗星在哪里？”第二章第20节讲，在第2章第2节说：“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哪里？”那生下来当犹太王的在哪里？因说出世迄个人伫倒？他不是说那出生的人在哪里？伊非常的清楚，他非常清楚。这个星定伫犹太的所在，这颗星停在犹太的地方，所以就是犹太王，所以就是犹太的王。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哪里？出世成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佮讲一个理由，又说了一个理由，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特地来拜他。我千里迢迢为东方来，就是要拜这个王。我从千里迢迢的地方远道来，就是为了拜这位王。这是头一个看见，一个东方的博士。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那东方的博士们，伊顺服着一个创造主。他顺服创造的主，伊嘛以来要知影这个主和伊的意向是甚物。他也希望知道这位创造的主给他的意向是什么。然后咱直接跳到最后一节去。接着我们看到最后一节，遐有这个意向，就讲因搁伫迷茫中得到指示，甲因唔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因为博士们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而且佫一摆见证讲，这博士知影有主。
再次的证明这些博士们知道有一位主，所以一看见星就来，所以他们看见星就来了，对梦中得到指示，从意象中得到指示，就照安尼来行。他们就照这样如此行。所以头一个看见这个博士，所以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博士们，伊乃是要找求救主的人。他们乃是来寻求救主的人。你想千里迢迢来是欢喜还是无欢喜？他们从千里迢迢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是欢喜呢，还是不高兴呢？当然是欢喜，当然是欢喜的。所以伊就是迄个有快乐、有喜乐、有平安的人。所以他们就是那快乐、内心又有平安的人。第二，咱来看见讲有希律王，其次，我们要看到希律王，还佫有这个转城的人，以及全拿撒勒城的人。伊个所在，博士去问的时阵，当博士来询问他们的时候，记载，伫圣经记载讲，伊就伫迄个所在，希律王非常的这个不安。经上的记者希律王以及全城人都非常的不安，伊有感觉有这个威胁的。因为他们觉得有威胁临到。迄个博士讲，做犹太人的王吗？博士对他说：“那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犹太人即么王是我噶，希律觉得那犹太人的王是我啊，我也无生啊，我嘛无去生迄个人出来。哦，我也没有在生儿育女啊。所以各一个王出来，到底是什么人？那到底又生下来那位王在哪里？是谁呢？显然要来取代我的王位。很显然，好像要来取代我的位置，所以就受到威胁，所以他觉得受到了威胁，心内就不安。心里非常的不安。规城的人，全城的人知影王不安，知道了希律王不安，因嘛不安，他们也非常不安，因为惊绝对有一个政变啊，还是讲什么代志发生。他们担心害怕那政变会来发生。希律王搁伫遐真假sen甲这个博士讲。希律王在那个地方又非常的虚假，向博士们说：第2章第8节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到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在第2章第8节提到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但是咱知伊毋是要去拜伊，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要去拜他，伊颠倒是要去杀耶稣，他反而是要去杀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假，这是一个虚假的，还是讲伊毋知真正？还是他不知道真正的意义？参像这个博士去是要拜伊，正如博士去是要拜耶稣，看伊做救主，看伊做王。博士们看他为救主为王。咱今仔日庆祝圣诞节，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所以咱应该知咱是咧庆祝主耶稣的诞生。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要庆祝主耶稣的诞生。但全世界大人拢咧庆祝圣诞节。全世界这个时候都在庆祝圣诞节，咁有影拢咧庆祝主耶稣诞生，但真的都是在庆祝主耶稣的诞你若生。唔知的时阵，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是毋是敢若就是这个希律王，假先讲我要去拜，那是不是像希律王一样是虚假的说我要去拜他呢？伊嘛讲，互我也通去拜。希律王说也让我好去拜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假，这是一个虚假的。现在世界真的这种情形。现在的世界就如同这种状况，伊唔知为什么过圣诞节。很多人不晓得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咱在美国是基督教建国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最近我拄啊去美国倒转来，最近牧师呢刚从美国回来，伊开始真侪已经在境地拢看到圣诞节的这个情形。在美国那地方都已经有看到过圣诞节的很多情形。以前咱真容易讲 Merry Christmas， 以前我们常常说圣诞快乐，伊甲我讲即摆袂使讲即句。现在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我啊无咧讲，你咧过什么日子？那现在是过什么日子呢？伊讲过一个假期，哦，现在是过一个假期，叫 Greeting， 安尼就好啊。放个假就好了。然后讲 Greeting Holiday， 哦，就是讲即个假日快乐安尼尔。只说假日快乐就好了。因为美国渐渐是人权怪过神权啦。因为美国渐渐成为一个人权高过神权的国家。总统要就任，爱摸圣经宣誓。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必须手摸着圣经来起誓。这条还未改，这个条例还没有改变。但是有人咧准备讲，安尼袂使。但是已经有人说这是不行的。如果你宪法不是讲规定袂使宗教这种自由的。有人说，我们宪法里面不是说宗教是要自由的吗？伊咧校本来开始是拢爱先祈祷才开始，好好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呢，在美国地方一开始的时候呢，都要先做祷告。有人就反对，有人就反对。你为什么让强迫我来祈祷？为什么要强迫我们来祷告呢？所以因校已经甲
开始要上课前提到提掉。所以很多的学校已经将从教学开始就要祷告这样一个规定已经取消了，甚至连圣诞节都袂当讲 Merry Christmas。甚至现在连圣诞节都不能说圣诞快乐。伊唔知是咧过什么圣诞节，实在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在过圣诞节。我想到敢若希律王同款，使我想到，就正如同希律王一样，假先虚假，讲我要去拜，说我要去拜他，其实是怀着无共款的这种心情伫咧。其实是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其实伊是真不安。其实他内心是非常不安的。刷落去这个希律，这个天使甲这个博士讲。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天使跟博士们说，警告讲希律王一定会去找这个囡仔要甲灭掉。天使跟博士们说，那希律王必要寻找到那小孩子，也要杀他。刷落去，咱看第2章16节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章16节的时候，这样代志果然就发生啊！这件事情果然就发生了，因为伊找无，因为找不到，伊就讲大受气，找人将伯利恒甲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博士详细查的时，原来2岁以下一斤台。经上记得说，希律王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去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伊家己不安，他自己的不安，惊有人甲篡位，怕有人篡位，所以就将这可能拢总个抬死。所以将这些可能的婴孩都全部杀死。我唔知是倒一个，我不晓得是哪一位，连科拢总个抬死。但是希律王就全部杀死。咱看见人的这种恶毒，我们看见人心里面的恶毒，伊的这个怨愤，这样的怨恨，伊的自私，这样的自私，伊的不安，这样的不安，拢是因为安以不安来引起。总是都是因为不安而引起的。咱看咱现代的社会中间，我们来看看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啥是因咱所有的这平安夜的时，因却无平安。在平安夜里面，却很多人是没有平安的。还是咱底下一直咧唱圣诞快乐，要宣讲耶稣做王。还是我们常常听到圣诞快乐，耶稣要做王，因颠倒底下不安。他们反而不安。有人啥物话咧加先，敢若讲我咧过圣诞节，其实是咧怨愤基督教。就好像有些人说我要过圣诞节，其实内心里面是怨恨基督教的，还是甚至伊来要将耶稣底下个除掉，甚至喜爱将耶稣来除掉，还是要被底下来迫害这个耶稣，还是要在那个地方来迫害耶稣。咱看见圣经中间讲到希律王就是这种。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希律王就是如此的人。咱搁看见第3个，我们又看见第3类的人，记载祭司长甲这个文学士，就是指祭司长和文士。当这希律去问这个祭司讲，这个基督要伫什么所在出世？我们经文里面看到，希律王当他去问祭司长和文士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这是头因拢知影的。这些祭司长以及文士都知道。伊伫第2章第5节咧讲，因为在2章5节提到，伫犹太人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对伯利恒啊，伫犹太这个后人中，你毋是第一岁，因为要有一个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因为祭司长和文士就回答希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早就有迄个预言的，很早就有这样的预言，伊嘛读伊嘛知，祭司长们他们也读过也知道，但是伊敢若听知呢。但是他们只有停留在知道。有人去东方来找，博士从东方来找，但是因伫在地的人知影伫倒里却无去找，但是他们住在当地却知道而没有去寻找，伊敢若知呢，他们仅知道而无已，行动。没有行动。所以伫遮咱讲，因真冷淡来面对这样事。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很冷漠的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咱来比较这两个，一个博士甲这个经学士。所以我们如果比较博士以及这些经学士们，咱看见博士伊查到这个现象了后，我们可以知道，当博士们查访到这样现象的时候，伊毋知影确实出世伫倒一个所在，他们不知道确定是诞生在什么地方，就千里迢迢专心要来敲车，他们就从千里之远的地方专心的来寻找，要来伫遐来拜这个佛，
要来拜这位王。但是经学师，但是这些经学士们，因却知影圣经有这个记载，他们知道圣经的记载，伊嘛知影伫倒位出世，他们也知道在哪里诞生，是伯利恒，是在伯利恒，但是因却也无要去找，但是他们却没有去伊寻找，嘛无要去挑剔。他们也不去朝拜。但现代人咱拢知影，圣诞节其实就是耶稣的生日。其实现代人都知道，圣诞节是指耶稣的生日，但是咱会使想看卖啊，但是我们可以思想看伫看，圣诞节的时候，有偌侪人伫遐咧为着耶稣的诞生，伫遐咧喜乐。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为了耶稣的诞生而欢喜快乐？还是敢若为着伊有一天的假期的欢喜？还是因为有了一天的假期而欢喜呢？咱常常会忘记咧背后的意义。我们常常会忘记了那圣诞节背后的意义。今仔日是12月23，今天是12月23日2天前是12月21， ，2天前是12月21日2012年12月21。 ，2012年的12月21。真侪人拢知影，这是咧讲着有人咧预言是世界末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有人在预言那一天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但是你安怎面对所有的世界末日？但是你又如何来面对所谓的世界末日呢？有人开始几啊年前就开始买足侪食米喺你一间厝内底。很多人在多年前就买了很多的食物堆积在他们的房子里。伊讲伊会使伫即个厝内底免出去3年无问题。他说我可以3年之久，连这个房子都不用出去，没有问题。有人就开始去唔敢去住伫厝里，去住伫遐较坚固的所在。很多人就不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去住到看起来似乎很坚固的地方。伊唔知影是要地震还是怎样，但是我伫遮应该真安全。他不论是地震或者任何的原因，他觉得他住的地方是很安全的。有人讲啊，我都以后就无去，所以我要及时行乐啊。有人说，反正就会不见了，就不在了，那我就要及时行乐。嘛有人讲啊，迄毋知是真诶假，咱照常生活就好。有人说，那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那我就照常行乐就好了。我唔知你用什么心情面对。哦，牧师不晓得你如何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相信基督徒另外有同款的意义。我相信对基督徒来讲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世界末日，因为世界末日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要去见耶稣。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要朝见耶稣。你要用安怎的情形去见耶稣？我们用怎样的心情来朝见耶稣呢？耶稣互咱的功课，咱完成未？耶稣交代给我们功课，我们是否完成了？咱的任务完成，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你会当交你的作业。我们能够交回我们的作业了吗？所以确实，伊若是一个世界末日，你是伊迄所在开始思考着悔改的问题。如果那真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我们应该开始要做一个认罪悔改？长的新眼光，在昨天的新眼光里面，讲到约拿书，讲到约拿书，尼尼微城遐人听伊讲40天，因为这城要灭掉。当尼尼微城的人全城听到40天之内这个城要毁灭的时候，为王开始到精心，从王直到牲畜们，穿麻衫，穿麻衣，三灰夫，撒灰在身上，禁食，进食，为着要互上帝看见讲，阮的悔改。为彼此看见，让神看见他们悔改了。咱面对世界末日，是毋是应该参像安尼？我们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如此？对尼尼微城人40天以后，就是因为世界末日啦。对尼尼微城而言，40天之后就是他们的世界末日。伊毋是讲紧的，咱过40天，紧来佚佗，紧来创啥，把这财产拢用掉。他们没有去赶快的将这些他们手上所有的财产花费掉，引导伫迄个所在的悔改。反而在那里他们就悔改了。咱基督徒面对世界末日是应该嘛是安尼。我们基督徒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也当如此。基督徒面对着圣诞节爱安怎？基督徒面对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应当如何？咱应该想起主耶稣咱的教示。我们应当想起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前面咱有训。一寡这任务要来完成。我们是否仍有一些任务要来完成？我想这是一个互咱真好的提醒一个。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咱过来看，倒转来看这个博士。我们看博士们，因来找到的是毋是空手来的？他们来寻访到耶稣的时候，不是空手而来，伊是真欢喜载礼物来的。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带着礼物而来。所以一看到人的心拍败了。他们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俯伏拜他。
真正这就是创造的主要甲阮提醒迄个君王。他们说：“这真是那创造的主提醒我，这是君王。”所以因摕的礼物有3项，所以他们带着3样礼物：黄金、黄金、乳香、乳香没药，以及没药。这其实代表意义的咧。这里面是有代表的意义。黄金是要献落迄个君王的，黄金是要献给君王的，乳香是要献落迄个先知的，乳香是要献给祭司先知的，没药是要献落祭司的。没药是要献给祭司的。而且嘛，甲咱讲，主耶稣其实就是君王、先知甲祭司。这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君王，就是先知，就是祭司。后前佫加形容词落去。前面又加上形容词，君王是一个尊贵的君王，君王是尊贵的君王，先知是一个荣耀的先知，先知是荣耀的先知，祭司是圣洁的祭司，祭司是圣洁的祭司。确实是安尼，确实是如此。主耶稣就是安尼。主耶稣就是如此。你若知影的这个主耶稣是这种性的主耶稣出世的时候，如果您知道主耶稣降生，他的身份就是如此的话，你当然会带来平安，当然会带来平安，你会喜乐，当然会带来喜乐，因为这个君王已经出世。因为这位君王已经诞伊生，无亲像咱对面像这种君王，他不像世上的君王，自私，自私，逐项拢为着家己来设想，很多事都为自不是己来着为着所有想，百姓设想。不是为了这百姓来着想。所以你若知，你当然有这个平安上来做伙。如果我们知道了，当然就有这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耶稣诞生的时阵，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人为东方来找，有人从东方来寻访有他，人开始真不安，有人开始不安，有人伫遐真冷淡，有人是冷淡的，但是有人买炸礼物要来拜耶稣。但是有人是带着礼物来朝见耶稣。伫圣诞节的时阵，在圣诞节的时你候毋，知要安怎来对待耶稣，不知道您是要如何的来对待耶稣，你毋知要献什么给耶稣。您要奉献什么在耶稣的面前？相信圣经中间甲咱讲到非常清楚，在圣经当中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伊爱咱将这个好消息的报世界人拢知影。还有我们将这好消息报与这世上的一切人知道，所以伫以后圣诞节的时阵，使他们在以后的圣诞节的时候，嘛知影这个意义，也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嘛会当来敬拜主耶稣，也能够来敬拜主耶稣，嘛会当献礼物，也能够献礼物给主耶稣。望咱拢会当明白圣诞节真正意义的。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啊，咱望每一个人拢有平安喜乐，甲咱相做。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咱当时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带来是喜乐，带来是平安。世间人真侪人因为唔知，所以参像迄个希罗王共款，因伫遐鸡仔是要去敬拜，其实就是要来想办法要将耶稣给提掉。阮看见侪侪人伫阮的现在情形，伫圣诞节以外欢喜咧过圣诞节，但是却毋知迄个真正意义咧。互阮遮个诚侪主义的囝儿基督徒，阮就责任非常重。阮来早早将主耶稣的即个真正带来平安的好消息，让互报搁较侪人知影。望阮每摆咧过圣诞节时，用心思考提醒主耶稣你互阮的任务，毋是干那欢欢喜喜伫迄个所在来过一个假期而行，乃是为大为一个责任一个，以来将这好消息会当报互世间，搁较侪人明白，会当带来平安甲喜乐。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祈祷，多谢所有名。